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曼珍，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魏德圣导演筹备电影《台湾三部曲》多年，在开拍前夕碰上疫情搅局，最终以动画方式继续制作。为了让观众深刻体会400年前的台湾，演员特别学习西拉雅语。特展将在博二开展，带您来看看。所有不要脸的动作我们都做了，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只是为了能够吸引资金，能够让这个梦可以让我们可以逼我们自己前进这样子。自嘲为了募资什么都做了，魏德圣导演的台湾三部曲在开拍前夕碰上疫情肆虐，电影制作过程历经波折，最终决定改以动画方式呈现给观众。我后来想通，就是把它用动画片的方式进行，反而可以对我们来讲可以解决更多在实拍上面的一些难题。然后动画有动画的难处，可是实拍有实拍的难处。可是比较起来，在资金的难度上面，动画好像更容易被执行。记者会现场请来3位灵演，真实还原片中造型。电影为了要原汁原味呈现出当时的风俗民情，在服装及道具上相当考究，演员更直接学习了西拉雅语。我在里面也是饰演这个西拉雅族的一员，所以我们必须要精通西拉雅语。但大家也知道，西拉雅语它已经是一个接近快要消失的一个语言。那导演他们花了很大的心力去重建它。那我们也是用一个全新、一张白纸的那种前提去学习一个全新的语言。台湾三部曲未尽之路特展即日起开展，展览中将独家播映电影幕后纪实影片，让观众一窥电影制作背后的泪水和欢笑。那么难，真的要做吗？电影的预算势必会增加，因为这边就光吃就是台湾的2-3倍多了。那刚刚我特别问魏导说“未尽之路”这个词可不可以啊？这个词是当初我说希望办这个展览的时候，我特别想的这样子。我说“未尽之路上有未尽之志”啊，所以我希望说透过这个展览，就让它真的是未尽。台湾三部曲筹划多年，虽然最后改以动画方式呈现，但仍旧实际到位在高雄南新计划区的主场景进行实景收音，希望能透过实拍与动画结合，带领观众重新回味400年前的台湾故事。记者邱玉婷、苏瑜文高雄报道。顽皮世界机械式游乐设施自1998年启用，至今已过25年。是许多乡亲心中的美好记忆。今日拆除重建，特别邀请同样是1998年出道的歌手徐怀钰演唱他的经典歌曲，唤起所有人的青春回忆。野生动物园内包括金刚巨浪、海盗船和旋转木马，这许多的游乐设施都是1998年就启用，至今已经25年。因为安全考量，将全部拆除重建，所以主办单位在游乐设施拆除前夕，选定中秋节当天，邀请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团圆，同时邀请同样在1998年出道的 Yuki 徐怀钰唱出他的经典歌曲，唤起所有人青春回忆。1998年盖的，1998年盖的，然后怀钰也是在1998年出道的。哦，所以你知道说今天特别回来邀请他来就对了。哎，对对。OK， 最喜欢他什么歌？什么歌都会是吧？所有歌都可以。来唱一首。我不要。为什么今天特别过来？要看徐怀钰啊。那喜欢他很久了吗？对啊，很久了。真的最喜欢他什么歌？爱像一场重感冒。可是今天可能有另外一首哦，希望今天可以这一首。你知道徐怀钰来参加什么活动吗？就是这个乐园好像要拆掉嘛，就跟他一样的年份出道。有一阵子没有到南台湾演出的 Yuki， 看到现场满满的粉丝，更是卖力演唱，带动民众热情。经典歌曲一首接一首，最后大家也一起留念。
主办单位表示，光中秋连假就有数千位游客来到动物园，感受复古的气氛，也留下珍贵回忆。同时，所有游乐设施预计明年农历年前完成重建，期待一代接一代延续美好回忆。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2022高雄城市书展发布会在文创会馆7楼举行，高雄市长陈其迈和副市长一同宣布书展主题：左图右书，图象征图书馆，书象征书店，希望高雄市成为阅读乐园。高雄城市书展串联图书馆、书店及旅店的文创会馆，一起展开一场阅读超连结，体验阅读多元性。书展包含5大重点、6大书展，从饮食、旅游、生活风格、文学等各式主题，让不同文化互相串联。这一次的书展，我们也大概有等待了8年的时间啊。那又用另外一种新的不同的方式啊，从图书馆到我们的这个书店啊，以及到我们在中间串起来的6个主要的书展区。那我相信这个诚如刚刚铁志兄所特别提到的哈，这个当然也不是就单纯的一个买书卖书哈。那常常以前真的是逛书店就是跳楼大拍卖哈，那把书或者是阅读当成一种商品啊，其实它应该有更不一样的这一个意涵啊。它是最重要的是在这里不管是思想或者是创作或者是文化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所谓的武林大会啊。那在这里会因为这种交流而更激荡出另外一种不可能。市长陈其迈表示，这个图书馆让高雄变得不一样，市民觉得有更舒适的空间、更好的阅读以及更多的文化飨宴。而从图书馆到书店，再到6大书展，不只是单纯的买卖交易，而是有更不一样的意涵。所以我也希望说，这一次的我们高雄的城市书展，也会开启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面貌啊。希望说大家可以爱上阅读。就诚如刚刚孟博所提到的，因为现在手机不是只有说这个常常会接收到一些推播的不必要的这些资讯，而是在于主动的能够寻找自己的想要阅读的书籍想要了解不同的这个经验，想要接触更多的不同的冒险。我想这个会操之在己，能够让自己不仅在阅读的中可以不断的与自己对话，与城市对话，还有与土地对话。高雄城市书展将于9月24日至10月30日盛大开展，透过各式主题，让民众更喜欢阅读，也让高雄城市书展能开启阅读不同的面貌。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热爱刀剑的台湾工艺大师陈远芳，以顶级的工艺技术和创作材料的坚持，让他入选美国500刀剑的艺术家。近日，陈芳远大师结合知名金属品牌，举办天地神风特展，运用3D 列印技术制作金属金牛，打破大家对金属的印象。热爱刀剑工艺的陈远芳制作刀剑40多年，熟练许多项顶级的工艺技术，以及对使用材料的坚持，让他成为东亚地区唯一入选美国500刀剑的艺术家。本人有幸在这本的作品集里面有出现过2把，这把叫圆月弯刀，这把叫做柳叶剑、柳叶刀。而为什么说每一个刀剑的喜爱者会喜欢上这种作品集里面的东西？因为它是顶尖，它是 top 的。陈远芳的刀剑剑身使用特别的金属，剑柄使用许多珍贵木材，并且掌握剑身完美的平衡，带来全新的刀剑艺术。
这次也展出他最得意的作品七星剑。我这一把是原创，我一直坚持到现在我都没有卖。但是它的第2代复创的卖过很多。这个就是我的坚持。为什么要制作的不一样？因为这把七星宝剑里面金木水火土通通包含着。有的人做的七星宝剑，它只是一把取名为七星宝剑的七星宝剑，材料在我们任何的工艺品里面，它所占的因素绝对是最大的，而不是技术者的功力。一个好的材料，它可以放个100年、1000年，它不是问题。而我所用的一定会有小叶紫檀、黑檀，甚至于蛇纹木，甚至于用到了金丝楠木，我都会把它用上。他的作品不止刀剑，他还将金属运用在茶壶上，让喝茶的人也能欣赏到茶壶的工艺之美。我们要让我们生活品质，要让我们的美学概念增加，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器皿美化。而器皿美化的前提，一定是要材料好、设计好。所以我会把一个茶壶设计得非常的漂亮，让使用者他赏心悦目。这次也特别邀请台湾知名金属品牌，诠释全新的金属样貌，让传统的金属成为艺术品。更加有运用3D 列印技术制作而成的金属金牛，打破大家对金属的印象。展览在索卡艺术离城空间展到10月2号，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记者杨顺怀台南采访报道。疫情期间国旅大爆发，高雄市观光局特别在左营莲池潭和旗津打造2个梦幻打卡景点，一个是犹如童话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奇幻乐园，一个是浪漫希腊风的爱情小伊亚。不管是亲子旅游或情侣约会，都是绝佳景点。一来到莲池潭的奇幻乐园，立刻被浪漫童趣的棒棒糖旋转木马给吸引，一旁还有以扑克牌旅程为题所打造的红心皇后和扑克牌卫兵的场景，透过神秘的发光钥匙进入不同风格的扑克牌小屋，感觉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一样。进入这个奇幻乐园呢，你就会看到有扑克牌的卫兵，还有有趣的跳跳棋，还有浪漫的棒棒糖。旋转木马以及非常奇幻华丽的城堡，那置身其中就好像是来到了爱丽丝梦游仙境这样子的一个奇幻的一个场景里面。奇幻乐园旁边还有一座今年台湾灯会的作品，一杯超大的珍奶被打翻了，散落一颗一颗超大的珍珠。你可以用蚂蚁的视角来欣赏，用童趣的角度重新诠释台湾的国民饮料。因为我们把所有的包括珍珠、包括奶茶都放大了尺度啊，同时加上了灯光跟音乐，民众可以沉浸在里面，用蚂蚁的视角来体会啊珍珠跟奶茶之间互动的一个有趣的一个沉浸的一个体验。另外，在旗津的贝壳馆中庭也有一处超梦幻的秘境，爱情小伊亚，蓝白的色调显得优雅而梦幻。它模拟了地中海的浪漫氛围，里面我们设计了包括蓝白相间的灯塔跟钟塔。那置身其间，民众看到的好像就是漫步在希腊爱情海畔啊，一边是旗津的蔚蓝海岸，一边呢就是带有浓浓地中海风情的这样子的一个建筑物啊，所以非常适合打卡来留念。受到疫情的影响，许多人无法出国旅游，市府观光局打造2处浪漫梦幻的景点，让你1秒置身欧洲和仙境，来一趟奇幻之旅。记者黄冠维、赖昌邦高雄报道。许多老旧社区的骑楼有高低差的问题，让社区居民感到不便。成功大学今年办理振兴社区实构筑工作坊，特别在振兴、钟楼2个社区的骑楼制作友善斜坡及友善街道家具，希望带给社区居民更友善的环境。社区妈妈出门买菜，带着大包小包走在回家路上，若是遇到高低差的骑楼，就要使力提菜篮才能顺利通过。但现在有了这个友善斜坡后，让买菜变得更轻松。
啊，你拢是安怎用的？我跟个拖去。拖去，敢会较食力？较重啊。较重啊，即摆有这斜坡。安尼较好势拖。这个计划呢，是因为我在社区里面走访，那我发现呢，我们开元路这边的店家骑楼呢是高低不平。那我们社区呢一些长辈呢，到菜市场也好啦，甚至到我们的邮局诊所呢，他们呢都不太有办法在这个骑楼上面行走。然后，尤其是对于行动不方便我们推轮椅的啦，或者是用着助行器的这些长辈，他们有时候甚至推轮椅的呢，要到我们的开元路上去跟汽车、公车甚至机车争道那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跟着我们成大建筑系的学生呢，我们就利用简易的这个木板斜坡，然后利用斜坡让这个道路呢能够更顺畅。成功大学 USR 计划。这是特别结合振兴社区与钟楼社区所做的研究，希望带给社区民众更友善的街道环境。除了打造友善斜坡、高低差警示，另外还有友善街道家具等实验。如果社区的街道有这些算家具嘛那你觉得对你们来购物啊或来采买有什么帮助吗？我走累了可以坐下来休息，蛮好的。经过长久观察之后，我也跟就是周边的几个社区进行访谈，然后发现其实长辈都认为说，就是他们只要可以走路就好，然后走在马路上自己小心就好。可是其实骑楼空间是对长辈来说非常友善的一个街道环境，所以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实验，其实是通过钟楼跟振兴2个社区的长辈跟我们一起做了踏查之后，那我们拟定了，就是因为骑楼有大大小小的问题，那我们先从就是小的问题可以用一些临时的装置去改善的问题，像是刚刚看到的固定式斜坡，然后今天做的这台友善街道家具，其实它是算是一个示范，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路段是可以先做顺平的，那可能到这个车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想象一种未来的街道生活模式。民众现在来到开元市场，不妨可以来体验看看友善斜坡、高低差警示，以及友善街道家具所带来的贴心与方便。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高雄市政府及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近日在长青中心举办记者会，介绍 AI 加 AR 的健康体感互动 App。透过 App 让民众在家轻松健身，现场也邀请长青中心的阿公阿嬷一起同乐。非常好！爷爷奶奶一起在教练的带领下，跟着音乐的节奏活动身体。疫情期间，许多民众不敢出门，也让居家运动越来越流行。对啊，会在家运动。在家做什么？做就是看网络上的影片啊，跟着这样子运动。高雄副市长林清荣与台下的长者一起跟着 AR 虚拟教练做运动。高师傅与民间业者合作，在线上健身平台打造能评估运动成效的 AI 演算法，并设立据点让长者学习及体验这项健身软体。这次非常感谢国健署那么站在这个高雄市的立场，给我们已经建制了10个。运动与科技的健身房，那么现在是智慧科技的时代那我们已经有建制了10个，很多的老人家都进来了。那高雄市是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在国家的平均值里面是比较高的，是18%的人口数是超过65岁，那国家大概是17了那么因此我们就积极的来争取的这些整个科技跟运动的结合，而且是个人的客制化。高雄老年人口比例高，医疗资源需求庞大，对于长青族的健康推广更是不能慢。那么大家都知道，要活就要动因此要运动。那运动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每个据点里面呢，得到国健署每一个都至少100万的补助。那么我们的目标是40个。那我们希望是说，整个城市就是健身房。多运动不但能强身健体，更能帮助提振精神，维持好心情。而在科技的辅助下，现在民众想要运动时，不再需要受到场所限制。记者邱玉婷、苏玉文高雄报道。楠梓区弘毅里老年人口相当多，社区关怀据点特别邀请音乐体适能老师带领长辈做运动，先让长辈跟着音乐的节奏敲打鼓棒。也用弹力带训练长辈手的力量，在两互助之下，长辈们越打越有力。运动完之后，都觉得身体舒畅许多。
老师教长辈拿着鼓棒敲打，从每分钟72下到100下、300下，边听边打，越打越快，训练反应力，还可以两互助，拿着鼓棒你推我拉，训练手的抓力和拉力。打破木鱼的声音啊！对啊，有紧有慢，有嘿，有较紧有较慢，有拢有嘿。啊，你会对得调无？会啊。敲鼓棒还不够，老师还让长辈拉弹力带，将弹力带挂在脖子上或绑在大腿上固定，就可以往下往上拉，让手更有力。也可以两互拉，维持几秒，训练手的肌耐力。等于做做了吼，感觉足轻松安尼啊，嘿，拢感觉讲有救着，脚也救着，手也救着，啊，这身躯拢有救着啊，腰身躯会受力嘿，嘿，你教了真好。教运动安尼真好，包含就是我们每一个动作为什么要这样做，做的目的、做的效益，以及呢每一个动作它是不是呢必须要重复，然后是不是要维持一定的时间哈？那这个部分呢，其实都会跟我们的整个身体的一个促进效益，它是有相关性的。弘毅社区关怀据点的长辈虽然有的坐轮椅，行动不方便，但在里长和志工的鼓励之下，还是来到关怀据点活动。老师也用音乐的节奏带领长辈跟着动一动身体，也让心情更加愉快。有的长辈他刚刚来的时候就很生疏，都不喜欢跟人家讲话什么的，我们就会志工我们会帮助他说啊，你手就动一动就好了啊，不要说勉强你一定要做到跟老师一样哦，所以我们就鼓励他们动。那我们会在这个课程里面呢，添加很多的这种叫做动机性的元素。那这个动机性的元素呢，比方说音乐，什么样的音乐他们听起来他们会觉得心情是很畅快的，或者他就是想要随着这个音乐，就身体想要跟着律动起来。跟着音乐敲敲打打，最能够引起动的欲望。用音乐带动身体每个肌肉，让身体越来越有力，维持身体健康，也延缓失能老化。记者黄冠维、赖昌邦高雄报道。定期产前检查是保障母婴健康的重要一环。为翻转过去卫教单张教条式的说明，奇美医学中心研发产前卫教地图。孕妇想要了解什么，一点进去就有图文并茂说明，还有影片介绍，提供孕妇母婴全方位照护。奇美医学中心护理部产房小组长李博静指出，孕妇在产前的卫教需要知道相当多的内容，除了产前卫教5大项目，还有8种卫教工具，不但重复而且复杂。产前卫教师于卫教过程需要重复向孕妇来说明，但不知孕妇到底吸收多少。因此，奇美医学中心率先研发产前的卫教地图，比照捷运路线，提供不同孕期阶段的孕妇想了解的问题，随点随看，确实对孕妇有很大的帮助。那所以我们就想到说，我们是不是可以使用一些比如说比较可爱的动画啦，可以吸引妈妈专注，然后在10分钟内让她藉由动画的部分，然后回家去阅读，然后就可以去理解一些比较深色的一些健康检查的一些内容。这样，那等到下一次来到诊间的时候，她就可以去跟医生讨论说，我回家使用这个工具，我读了里面的内容，那我到底我的想法是什么，然后跟医生做出他们之间他最喜欢、最满意的一个医疗决策。这样，我们规划的蛮好，就是初期、中期。那我到现在是走到中期的部分，每一个时期，我觉得他提醒的东西都蛮明确，你不需要一次就知道很多很多东西。对，然后包含我初期的时候，其实蛮焦虑的。那个地图的部分有讲了很多，就是初期应该要注意的东西。那包含我现在中期，我之后生产的时候可能会需要去选到什么东西，像那个最近我就看到中期的部分就是。关于就是亲子同事啊，或者是需不需要喂奶的这个部分，这个我以前没有很了解。那我看完之后，我就有跟我先生做讨论，而且我还可以截图给他说，我觉得这里提到这个东西好像蛮重要，我们应该要先讨论一下，然后再来问医师，或是趁产检的时候跟卫教师讨论一下。运用翻转教学技巧于临床，经过简化整合的产前卫教地图。确实对孕妇相关的智能测试结果有大幅的提升，而且卫教时间也从之前的27分钟缩短为11分钟，追踪孕妇产前卫教的整体满意度更高达100%。目前这套产前卫教地图只有中文版，
而且必须透过网络来操作。未来院方将开发有声书，并朝中英文版本来发展。记者林根台南报道。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许曼珍，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再会。